很多产业其实今年尾牙都取消，不知道游戏局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表示？表示哦，不过我们尾牙照办了，我们都在准备啦。我就觉得尾牙是每年老板要感谢员工的重要日子，那个我再苦我都不会不办。好，这个加油不只是帮我们橘子加油，也是帮在座各位加油哦。今年就是大家说的，就是疫情爆发，很多产业都卡关了。但对游戏产业来说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想比较幸运啦，整个游戏产业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。当然反而还有一点点因为这个疫情的部分有一些加分。但很多朋友在问我这件事情，老实讲，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特别去在任何新闻稿上或任何事情提过，就是因为其实。第一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就疫情角度来看，我们并没有做了什么，那只是环境造成的，所以不值得开心。第二个就是，我其实反而很忧心，因为这个状况如果再持续扩大，那是每一个人的问题，每一个产业的问题，不会有任何一个产业，可以置外于这样的一个混乱跟这种不好的遭遇。对，希望它赶快过去。很多产业其实今年尾牙都取消，不知道游戏局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表示？表示哦，不过我们尾牙照办了，我们都在准备啦，还是一样，因为。我刚刚虽然说我们没有做什么，可是其实在防疫也好，在某些因为疫情我们要维系跟海外的原厂的联系，这其实困难度相当高，同仁还是非常辛苦的，然后我们不止游戏产业，我们也有其他的非游戏产业，其实它不一定受到疫情的帮助，所以我就觉得尾牙是每年老板要感谢员工的重要日子，那个我再苦我都不会不办。那有可能对员工就是奖金加码吗？或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犒赏？奖金加码通常是这样啦，就是说我一定会有奖金啦。那当然也跟着本来就有绩效的奖金。那现场的话，通常看我喝醉了。我想明年的冰放是个很重要的，而且这个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责任，我也把它当成是我在台湾创业，我很年轻的创业，25岁创业，当然我很努力，可是我也很幸运，我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没有倒下来，然后可以一路走到今天，还有机会在自己喜欢的产业服务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对这个产业有一个责任感在啊，所以冰放这件事情是我认为我从大的数位内容产业来看。我们如果把它做好，其实我非常肯定，我对这个产业会有一些贡献在。当然这个还在努力当中。